在我们这一章给各位大家来介绍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经常唱的，是不是？师父做的歌，这是我自己做的歌，自己填的词。各位，那这一首歌，师父觉得很好听，我觉得很好听。这一首歌哈，很好听。待会我们要准备放这个音乐给大家，因为念佛开莲花，这师父给他取的名字。念佛是大善根，念佛是大善根。这个是我们善导大师啊，善导大师赞叹啊，我们有念佛的人就是大善根。过去如果你没有拜过一佛、二佛、三世、五佛，你不可能在此生此世念到阿弥陀佛的名啊，不可能念到。你过去曾经做了很大很大的功德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，所以这辈子因缘成熟了。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人家一讲一介绍，我马上就欣然接受，非常欢喜满足，我就想念。那这个叫做大善根，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大善根。念佛是妙好人，也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。什么妙好人呢？因为他只要念佛，西方就是你的故乡了。以后往生一定成就在极乐世界，那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成佛，所以他是个妙好人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大好人。所以只要你是念佛，就是一个好人，以后你一定会大成就的。念佛菩萨相随，这在我们经典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。念佛有25尊的菩萨如影随形的啊，疼爱着你，关照着你啊，然后在旁边护持着你。所以你看，菩萨相随啊，在这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念佛绽放莲花，你看这个也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，开端只要你念佛，就出现一朵白色的莲花，就昏陀里花，就白色莲花，很洁白，很高贵。非常的高尚哦，原来会绽放莲花，会开出莲花，所以你现在走，你看不到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莲花就在你的脚上啊，莲花朵朵开啊，莲花朵朵开，所以念佛会开放莲花。我们人看不到啊，但是亡灵呢？你的所有亲朋，那个过去的这些亲戚好友，你的先人呢，有着先走的人，他们很清楚的看到。只要你现在用功，一旦你口中念佛啊，念佛，你在走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脚上就脚踏莲花，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念佛会绽放莲花。弥陀悲愿无尽啊！阿弥陀佛的慈悲跟他的愿力是无穷无尽的，愿特别深、特别广、特别大。这阿弥陀他的悲心是无量无边、无量无边、无穷无际啊！所以阿弥陀佛的悲愿无穷无尽，名号要救度十方，他将成佛之后的名号要来救度十方一切众生。善的人、恶的人，我全部都要一力救度。你是一个菩萨，上至于阿鼻种姓的地狱众生，我照样救度你，照样救度你。所以名号要救度十方众生，但是怎么救呢？但是信心持念，只要你能够有信心，好好的修持念佛，一切吉祥满愿。那随心满愿，你求什么有什么啊！你要解脱就解脱，要成就就成就，很容易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章是师父做的一首歌，也提供给你们参考。我们来大家一起念念看，好不好？我前2天呢，我们不是也唱了几首歌给大家分享吗？但是后来我听了那个录音呢，那个声音呢，有点杂音呢，有一点杂音，录的不是很理想、很清楚但是基本上呢，只是提供给参考，因为我们的条件不好。现在那个轰道他有听到，我们呢就赖群里面传给他了。结果他人现在在福州，他看到他说师父声音很好听，但是有杂音呢。哎呀，很可惜，我要买一个新的机器给你。他要买一部新的摄影机啊，哇，很高级的，他要送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从大陆送过来。我说好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了让这个法能够很普遍的弘扬，所以我很感谢他轰到，对，了不起啊！这个发这么大心了，要买一部新的机器，
了不起，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哈，给他鼓掌啊！现在师父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哈，拍手。颠簸是大山河，颠簸是辽人。 莲佛菩萨相随，莲佛绽放莲光，弥陀悲愿无际，弥陀就不是法，但是心心存念，一切吉祥难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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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 是大山河，莲佛是辽人，莲佛菩萨相随，莲佛绽放莲光，弥陀悲愿无际，弥陀就不是法，但是心心求念。 一切吉祥满圆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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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觉得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念佛啊，念到最后怎样啊？各位知道吗？愁眉苦脸的，忧郁，很哀伤，好像满腹的委屈，好像有吐不完的那种苦衷，然后一直要向佛禀告，说我这么可怜，我这么悲惨。好，对，没有错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遭遇在人世间的生活过程里面，会遭遇到坎坷不平。 很多心酸的事，不可对人没有办法对人倾诉的这种内心伤心的事情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沉浸在那种痛苦当中，因为一切唯心造。你的心很痛苦的话，你的人生道路自然就黑暗。所以我们痛苦就一阵子就好了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几分钟就好了。 过了，马上就要开朗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佛在加持我们，诸佛菩萨在疼爱着我们。只要你念佛，你看菩萨都相随。有念佛，你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好人啊！那既然你是这么一个条件的人，有什么值得悲伤的？你两相比较，跟其他所有十方一切众生相比较之下，你就知道你是多么幸运的人，你是多么有福报的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自己，不能悲观，不能悲观，各位知道吗？一定要开朗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念佛的时候要开朗啊，欢喜欢喜，用感恩的心来唱，对，这样的日子过得才会幸福美满。人间很短暂。 痛苦也一天，快乐也一天。各位，你要选择快乐还是痛苦啊？
快乐，我们选择快乐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快乐，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首歌把它念起来、唱起来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大家。